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呢，是对初四开始伫南投市中兴新村来举办。这当中，阁有推出传统的做茶体验，互游客呢会当家己来泡茶，感受这的茶味香。把它拨入。 把茶米放伫电焙炉面顶，用工具慢慢甲焙，互茶米焙火程度会当较平均。这是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当中的焙茶体验，用安全的电焙炉来代替火炭，互游客体验感受茶汤的澎湃、色水甲滋味的变化。好玩，这个是今天去那个烘焙的，在台湾那个茶叶的种类很多，家己 DIY， 家己焙火，焙火了后就感觉迄个茶香拢出来，有迄个焙香。 台湾茶文化推广协会表示，南投县鹿谷乡的当丁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民国65年，鹿谷乡农会开始办茶比赛，互一茶农开始讲究焙茶工课。这个体验除了传统焙茶甲泡茶以外，嘛用入玫瑰花、万寿菊、这花草，希望伊创意的茶汤，互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台湾茶。传统的就是伊的炭火，适当的炭火去焙茶，啊，到适当的时间，搭焙出来，香味，就是独一的，这个冻顶乌龙茶。今年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，除了互民众认捌甲体验茶产业文化，另外嘛有亲像青人擂茶、青人手揖茶饮这大型活动，登记一直到10月10日。南投县府也希望结合双十宴会伫南投，邀请民众去南投支持啉茶，暗时看宴会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